我的心可向永生神，我即时的朝见你，昼夜以眼泪为饮食，忍不住对我说，你的神究竟在哪里？神啊，你在哪里？我的心啊，为何在我里面忧闷？我的灵啊，为何在我里面发沉？应当转眼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我的神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他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赐我生命的神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我还要赞美他，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我是敏媛执事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会前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在这段时间安静下来，来到你的话语面前，求你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能听见你要对我们说的话，也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真理，使我们的心更被靠近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1到12节。等一下读的时候，请大家留意保罗怎么看这群信徒，他怎么样看他们的处境，以及他怎么把神的心意放进他们的困难里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1到12节。第1节，我是保罗，我跟希拉和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，属于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信徒们，愿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赐恩典平安给你们。基督再来时的审判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应该常常为你们感谢上帝，这是当然的，因为你们的信心大有进步，彼此相爱的心也大为增进。因此我们在上帝各教会里夸耀你们，你们所经历一切迫害患难，仍然相信，仍然忍耐，这就是我们所夸耀的。这正是上帝公义审判的证据，证明你们配得享受上帝国的福泽。你们就是为了这个国度继续在忍受苦难。上帝要执行公义，他要使那些迫害你们的人遭受患难，他要使你们这些受苦的人跟我们一同得到释放。主耶稣和他大能的天使从天上显现在火焰中的时候，上帝就要执行这一件事，他要惩罚不承认他、不听从有关我们主耶稣福音的那些人。主再来的日子，那些人要受惩罚，永远灭亡，从主面前被隔绝，离开他荣耀的大能。在那一天，他要信徒们得荣耀，并受他的颂赞。你们也要在他们的行列中，因为你们相信了我们所传的福音。为了这目的，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，求我们的上帝使你们不至于辜负他的呼召，愿他用他的大能来帮助你们，实现一切向善的志愿，成为你们凭信心所做的工作。这样，我们主耶稣的名会从你们得荣耀，而你们也要从他得荣耀。这是借由我们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来的。刚刚读完这段经文，让我们先回到当时的背景。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间很年轻的教会，信徒的热情很高，
但他们并不是在一个轻松的环境里成长的，他们正面临两方面的压力，一个是外在的逼迫，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到排挤、误解甚至攻击；另一个是外在的困惑，特别是关于主再来的问题，让他们的心很不平安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不止生活不容易，连信仰上也感到困惑与压力。但很特别的是，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，第一件事不是责备他们，也不是先解释神学的问题，而是先肯定他们。他说，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，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。这句话其实很重要。保罗不是在顺境中称赞他们，而是在他们受苦的时候，看见他们生命里的成长。这让我们看到一件很真实的事，信心的成长往往不是在顺利的时候发生的，而是在困难中被磨出来的。爱心也不是在一切顺心时而才出现的，而是在不容易的时候，人选择去爱。接着，保罗把眼光带到神身上，他提醒这些受苦的信徒，神是公义的。那些使你们受苦的人，神必按公义报应；而你们这些在困苦中仍持守信仰的人，将在主再来的时候得着安息与荣耀。这里讲到的不是鼓励我们去报复，而是提醒我们一件事：神的公义没有缺席，只是他有他的时间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看世界会觉得不太公平，坚持信仰的人好像比较辛苦，选择走正直的路好像是比较难的。但保罗提醒我们，人看不见的神都看见，人忽略的神都纪念。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安慰，因为我们的眼泪没有白流，我们的坚持也不会被神遗忘。再来，保罗还说，神要使他们配得神的国。这不是说他们靠自己赚取救恩，而是说在困难中仍相信信靠神的生命本身就是神工作的证明。也就是说，苦难不是没有意义的，它成为我们生命被炼净、信心被塑造的过程。虽然这个经节没有这么的长，但我们把这个经文带回我们自己的生活，今天的我们可能没有像当初教会那样面对逼迫生命的危险，但我们也有属于自己的压力。有些人可能在家庭中因为信仰而不被理解，有些人在职场、在学校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感到孤单，而有些人在长期的压力跟疲惫中，慢慢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。有时候我们不是不相信神，而是真的累了；不是不想坚持，而是觉得孤单。但今天这个经文提醒我们，神看重的不是我们是否从不软弱，而是我们在软弱时是否仍愿意转向他。当你在委屈中仍然选择温柔，当你在误解中仍然选择诚实，当你在孤单中仍然选择相信，这些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。也许我们很期待神立刻改变环境，但很多时候神先改变的是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即使环境没有马上改变，仍然有力量站立。信心不是让我们逃离现实，而是让我们在现实中仍然活出盼望。不是保证一切顺利，而是即使不顺利，也不失去方向。所以，弟兄姐妹们，愿我们像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一样，在不容易的时候仍持守信心，在困难中选择爱。愿我们相信神从未忘记我们的付出，也从未忽略我们的眼泪。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
谢谢你透过这段经文提醒我们，在困难中，你仍然与我们同在；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，你仍然在动工。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在疲惫时仍有力量，在孤单时仍有盼望。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求主发出亮光，真实带我到你居所，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最喜乐的神那里。我的心啊，为何在我里面忧闷？我的灵啊，为何在我里面发沉？应当转眼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我的神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他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赐我生命的神。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我还要赞美他，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。我渴慕你，我渴慕你。我仰望你，我仰望你，你是我神，你用笑脸帮助我，你用慈爱怜悯我的心啊，为何在我里面忧闷？我的灵啊，为何在我里面发沉？应当转眼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。